记得第3天是从阿鲁拉出发前往哈耶尔，今天有着670公里的路程，计时路段也来到了447公里，依旧是碎石为主，但是今天会有更多的沙。第3天的比赛对于本田来说很艰难，巴雷达伯特因为大脚趾撞到了石头，导致左脚大脚趾骨折，只能咬牙坚持继续。而布拉贝克在274公里处摔车后颈椎受伤，也已经送到了医疗中心。加上第1天桑德兰的退赛 ，KTM 今年翻身的机会很大。今天的比赛也是多灾多难当地因为暴雨暂停了比赛，已经到达终点的车手会以终点的时间计算成绩，没有到达的会按平均成绩算出来一个排位。当然目前还没有算出来，现在看起来用时4小时24分13秒的丹尼尔桑德斯可能会排在第1，而斯凯勒豪斯算上开路的补时3分14秒是4小时30分34排在第2，第3是梅森克莱因加上开路的补时5分52秒，现在是4小时31分13。中国队的6位车手今天可以说是突飞猛进，暂停比赛的时候所有车手都已经过了335公里处，目前成绩最好的依旧是小将苏尼尔，只有他到达了378公里的打卡点，排在第46。扎克尔今天从111位起跑，现在排在第50，前进了61位。赵宏毅赵老师今天也不服了，直接冲到了74。邓连松今天也是在玩命追自己之前损失掉的成绩，排在第78。张敏依旧稳健，排在第84位，甚至看起来一心只求完赛的老方方明吉也排到了98位。今天的中国车手可能全员会在100以内完赛，准确的成绩我们会在明天算出来之后更新。